都市人經常都要超時工作，有大學調查指香港人嘅工時較國際建議嘅長，要認識新朋友真係唔容易㗎。近年唔少搞社交活動嘅公司喺香港發展，透過興趣班同聚餐等社交活動，讓唔同背景嘅人可以擴闊生活圈子。究竟市場空間有幾大呢？持續發展潛力又有幾大呢？因為我諗做耐咗咧，咁口碑都好好。因為我哋都已經有超過60對即係情侶係通過我哋結婚嘅。咁佢哋平時咧喺嗰個工作環境嗰度認識嘅話咧，都可能冇咁多時間 networking 啊傾偈嘅。咁透過呢啲活動咧，可以交流下，令到一啲香港人係能夠由星期日10點鐘到5點鐘咧，都可以幫佢安排好晒，但係又唔會令到佢覺得好麻煩咧。嗰門生意應該一定賺得到。本身喺新加坡打銀行工嘅 Violet， 眼見午餐約會喺歐美好流行，加上身邊唔少朋友因為工作而減少咗參與社交活動，令到生活圈子變得越嚟越窄。2004年，佢將午餐約會嘅概念引入新加坡，短短4年間已經喺馬來西亞同香港設立分公司。咁就我就開始留意香港嘅市場啦，咁就覺得其實香港都好多單身人士啦，咁啲單身人士又係越嚟越遲結婚嘅，咁我就覺得其實個市場同新加坡係幾相似咯。包例指午餐俾人嘅感覺較晚餐輕鬆，由於環境唔會太拘束，縱使係首次見面都唔難打開話題。另外，佢嘅公司安排約會之前，會因應個別嘅需要進行配對。佢發覺香港人同新加坡人嘅要求亦甚為相似。男仔通常咧就比較注重外表啦，咁但係就唔係話如果唔係好似明星咁就唔要，但係就即係講想順眼。咁女仔咧通常就係對呢個經濟方面就會注重啲啦，咁即係想揾翻同自己即係都幾相似啦，即係賺錢方面。呢個午餐約會嘅套餐由4500蚊至到1萬蚊不等，嚟幫襯嘅客人大部分都係白領人士，有從事金融同顧問工作，又有啲係律師、醫生等等。佢哋工作時間長，要認識其他行業嘅朋友嘅機會唔多。佢哋就係需要嚟我哋公司一次，同我哋講解下佢哋即係想要噶啦。咁 after that 就係所有工作都係我哋做晒噶嘛，即係同佢做 matching 啊，之後同佢約翻個女仔或者個男仔啊。咁佢就係只需要即係 turn up for the day， 咁就 OK。咁佢哋覺得真係幾慳時間。從事資訊科技顧問工作嘅阿 Rod 嚟咗香港2年，認識嘅朋友唔多，為咗擴闊生活圈子，佢好積極參與唔同嘅社交活動。我新嚟香港就比較即係唔係識好多人啊，咁我心諗即係晚晚都係自己一個人食飯，咁我心諗 OK， 即係既然都係落，即係不如 join 埋呢啲咁嘅 function 就可以即係有啲人一齊食飯嘅，咁又可以試下新地方。之前佢亦參加過唔同類型嘅社交活動，有極速約會，亦都有唔同嘅興趣組織。但係佢發覺每次約會嘅時間有限，想同1-2個傾得嚟嘅朋友有啲深入嘅了解，都未必容許。佢表示希望可以認識到一啲志趣相投嘅朋友。得個2分鐘或者3分鐘，即係你唔會傾得真係好順咯，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個個都個 story 都差唔多，你做咩嘢啊？你即係有咩 interest 啊？咁樣咁，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始終你都要多少少時間，即係大家可以傾得埋少少。喺香港，社交活動嘅類型好多元化，有會員制嘅會所，以興趣為主題嘅團體，好似遠足、潛水等嘅戶外活動。近年多咗一啲以品味做招來嘅活動，包括品嚐美食、紅酒、雪茄等。售賣紅酒10幾年嘅 Simon， 每日都會接觸唔同嘅客人。佢發現一班紅酒愛好者聚集一齊嘅時候，無論係紅酒嘅產地、年份、收藏、歷史、標籤設計，以至到配啲乜嘢食物，都可以成為一個話題。喺4年之前，佢開始辦試酒會，等喜愛紅酒嘅人可以定期聚一聚。咁我發覺咧喺個客人入邊咧有好多都專業人士或者中小企啊，或者來自唔同行業啦嚇。我發覺都好浪費嘅喎，如果就咁樣賣咗走就算嚇。
類似嘅試酒會喺過去1年大概搞咗100場，參與嘅人由專業人士、中小企老闆以至潛水教練都有，慢慢咁建立一個小嘅社群。喺試酒會當中，除咗可以訂購到好嘅紅酒，原來人際網絡亦都係試酒會嘅一個賣點。因為咧，我哋搞活動咧，都希望佢哋嚟可以識到啲朋友嘅。咁我哋都會主動咧幫佢哋嚟到互相介紹啊，或者 networking 咁樣。咁啊，起碼唔使成個試酒會，大家坐低2個鐘頭都唔知對方係邊個咁樣，可以傾下偈、交流下、分享下。咁咧之後咧，可能佢哋會而家又好興啦，交換 email 啊，同埋 contact 咁樣啦嚇。之後可能一齊再嚟我哋啲活動。本身做市場推廣嘅 Stephanie， 由於工作關係，經常會接觸唔同嘅客戶。但喺公餘嘅時間，佢只係會同朋友、同事聚會，漸漸發覺生活圈子變得狹窄，所以佢靠參加唔同嘅活動同課程，擴闊自己嘅社交圈子。本身個生活圈子其實即係通常都係啲以前嘅同學啊，或者舊同事咁樣啦。咁始終你翻工嘅時候，未必有好多機會識到啲即係其他唔同圈子或者啲網絡嘅人咁樣咯。咁可能譬如過下呢啲咁嘅即係課程啊、啲 sharing 咁樣，都可以識到啲唔同類型嘅朋友咁樣。為咗認識唔同類型嘅朋友，令到生活可以多一啲趣味， Stephanie 會故意揀一啲平時唔會參加又或者少接觸嘅活動，除咗可以跳出現有嘅框框，亦都可以培養到新嘅興趣同品味。譬如可能平時自己嘅一啲活動啊，都會係一啲可能戶外活動啊，或者可能呢類型都始終係一啲自己本身接觸開嘅朋友咁樣啦。咁譬如可能去到譬如今次可能呢啲試酒咁樣，就會覺得可能識到另外一個圈子嘅一啲可能有啲品味啲或者高級啲一啲朋友啦。根據香港大學喺08年做嘅調查，香港人每週工時長達48.4個鐘。扣除瞓覺同進修之後，私人活動嘅時間就只有10.4個鐘。喺同一個調查當中，有62%嘅受訪者表示生活同工作平衡欠佳。另外有近50%嘅人表示冇充足嘅時間同屋企同伴侶相聚。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系副教授何國良指出，香港人社交圈子狹窄。除咗工時長呢個因素之外，唔善於發掘自己嘅嗜好，以及習慣由市場提供預製嘅消遣，亦有好大嘅關係。咁所以香港係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就係我哋過去呢20-30年呢，係無論我哋呢代人又好，新一代人都好咧，其實已經習慣咗乜嘢都係個市場提供。咁甚至乎要自己建立一種生活嘅情趣咧，都係要市場提供嘅。近幾年有唔少活動流行一時，沙士嘅時候流行過遠足、潛水，之後有小型電單車、野外槍戰，近年興起馬拉松、競步等等。可惜部分活動並唔能夠持續發展。想成功推廣一項活動，除咗要有一個有實力嘅搞手，活動亦需要具有一定規模，先可以吸引到人參與。撇開咗唔做運動，情趣上面又真係冇咁多選擇嘅。咁好啲嘅啦，而家呢啲10年裏邊，我都見到好多朋友可能去走去玩電單車嘅又有啲走去玩窩機嘅有，或者走去釣魚嘅都有。但係嗰啲群體都係好容易你會識晒咁滯，因為群體其實好細嘅。現代人嘅生活講求私隱，未必個個都適合戶外活動。加上戶外活動需要多人參與先能夠營造氣氛。何國良指，對於習慣咗即食文化嘅香港人，社交活動公司所舉辦嘅活動就完全符合到要求，因此為呢一類型嘅公司創造咗一定嘅生存空間。幾少選擇嘅地方嚟咯，咁所以而家好啲啦。咁咪不如試下啫，同人食飯啦，雖然貴貴地，識下男仔或者識下女仔，希望撞啱，有機會能夠遇上一個唔知點解佢係好啱自己嘅人。咁而家呢啲活動都係大家其實一半係我哋打發時間，一半係真係為咗自己姻緣咯。大部分嘅現代都市人習慣將工作排於生活嘅首位。不過成功嘅職人除咗要有事業，亦需要懂得平衡工作壓力。社交活動公司想持續發展嘅話，要不時加入一啲能夠培養心靈興趣嘅項目，令到活動有新鮮感之餘，亦都可以提高附加值。喺過去幾個週末，每次經過新盤開售現場，都會見到街霸搶客嘅情況。上週開售嘅新盤一日賣出500伙，算係近期嘅一個紀錄。樓市小陽春已經超過1季啦，市場係咪已經重拾升軌呢？下星期同大家講下。節目時間又到啦，再會。